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为你打拼打拼，有时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情深付出有偌大。无食饭啊！恁拢拗一只哦，拢讲我一只啦。哟，阿舅啊，叔叔唔知影吼，阿พี่婆讲看迄条图，看到腹肚全袂枵啦。看图看腹肚袂枵。嘿啊。哦，咱这条图，人讲咱若咧食饭的时阵，会咱调的餐厅壁遐，拢咧叫菜，咸咸，腹肚拢会袂枵。当然，今年大嘛是好送去行人。啊，我再问伊处境啥款的哦，咱尽量甲伊斗下手，甲伊斗帮忙。你无啊？咱来这是要找外英啊咧，找无外英啊，你煞叫出来，你共斗相共，因咱要来钓。无对啦，你讲要这两字你知影啥无？爱学啦，叫做吼助人为快乐之本啦。哦，这我哩阿พี่婆一摆有听到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对，安尼开始赞。请你收起来。讲起来话头长，拢是我的翁婿，无尽力照顾家庭的责任。啊，若无今仔日阮的厝内嘛袂过甲遮尔艰苦。恁翁婿哪遮尔啊无负责任？啊，伊是伫倒位食头路？我叫做林彩娥啦，我的翁婿叫做赖先生，伊一间细间工厂咧做工，就连10多年啊，拢改袂过来。啊，若就连咧到底，伊都无想要转来厝的。规年透天哦，也无看伊摕钱转来啦。是真害哦。连因老母讲的话，伊都无咧听。尤其最近这半年来，因老母的身体是愈来愈歹，也无看伊摕钱转来带因老母去互医生看啦。真是安尼？我甲讲因老母身体无好，爱看医生，伊讲拢是我咧甲骗的啦。这个查甫人实在真无负责任，家己时大人艰苦，无倒转来照顾，搁有迄个心情去啉酒。唉，无法度啦，谁叫我遮尔歹命？你是毋是应甲讲，伊伫倒位咧食头路？你真是要去找伊哦？哎呦，无效啦！若会改哦，伊早就改哦。你甲地址讲，互我知影，无得甲我有法度来斗相共一点啊。伊误会我太轻了。不准安那误会，时大人艰苦，伊本来就应该转来照顾。好啦，你去甲地址写，互我知影，吼。先生，开始，请进门坐哈。赖先生先生有住在遮无？伊早就走啊啦，可能去公寮啉酒。工寮伫倒什么所在啊？头前遐就是啊。伫头前边遐。哦，你讲，我来。记。哦，拄则咱两个哦，你看迄个干啊哦，是真有水，逐日都美美。这里，坐咧遮。食。一只好肥嘛，你过来。香，是真有香。过来啊，是真有好食。啊你实在乖呢哈。哦，佫会晓敬老尊贤啦。你贤恶贤良，确实无简单。啊，无你讲做我什么人？啊，我哪会晓？
1.6，1.6，来对吧？有你，赞，哦，这哦，功夫袂歹哦。第二句啊，啊，这啥？爱肉包啊，肉包啊！哎，肉包，啊，有够，哎，过来，你是这创啊？安怎啦？是必然啊！啊？新碧林，对，我若无怪，你对啦，免惊啦，我这个怪你安啦，啊，你对，哟，你安怎对？啊，你看啊，新碧林你总是我这个我拄着啊吼，好，啦，免惊，安啦，这个句啊，互你考。啊！当初你对我讲过遐话，拢无讲。当然，啥物紧转来？我这个句安尼，我查甫囝，我讲会到就做会到。点，别惊，少林寺你会记一遍。把头家举来，你才等，我来找新碧林算账。买啦，喂，少年的，哎，我咧叫你无听。我第个句啊！今日你叫我拄着吼，今日你要你知影我的厉害，你甲我试看卖啊咧，迎春、淡春、太祖、高文啊！这拢你啉去的？是啊，啉烧酒偌济好处，你敢知？啉烧酒也好处哦。对啊，啉烧酒好处偌济了。啊，啉了够了哦，也免你插伊个代志，都什么代志拢免去想哦。迄是偌爽快了，比什么代志有比啉烧酒更较爽快？啊？我听人讲哦，啉烧酒哦，不但伤身体，而且佫误大事呢。啊，你敢知你伫遮啉酒吼？啊，蔡五伊伫厝安怎？哪个蔡五代志啊？我代志免你管啦。蔡五是你的某呢，听你的口气，好亲像当作无熟悉哦。哎，对啦，莫生气啦吼，得啉酒。你较莫讲我的，你若想要管咯，我就互你好管，你讲。哎，来，咱得啉，得啉，嘿。来画棍。即摆换要画棍咯。画棍会使啊，但是吼，输的人吼爱听赢人的话哦。输的人啉烧酒啦。哦，输的人爱听赢人的话啦。一棍解决，好无？好啦。这你讲的啊？好，来。来，点啦，不准啦，这啦，不准啦，这啦，不准啦，来啦，哦，对啦，对我啉烧酒嘛，我啉嘛。我讲过啊，讲画输的人哦，爱听赢的人话，毋是啉烧酒啊。安怎？啊，你若唔答应，有讲无咱转哦。来，那个家啉烧酒咯，我唔知有趣味咯。要讲啥？你做你紧讲。啊，那咧吼，你会答应我的条件，你敢知影？即摆你妈妈伫北斗林门床顶，啊，蔡五姨吼。啊，莫讲那个菜头代志啦，当然拢无要紧啦，咱摕你阮厝代志啦。是啊，蔡五即摆伫厝吼，心情偌伤心偌痛苦，你知影无？解讲莫讲阮菜头代志，你唔知啊？哦，是毋是菜头叫你来？无啊，这你讲。无啦，是阮家己要来啦。哎呀，我伫要咧。哦，我本来是甲你当作是个好朋友，想袂到你也甲菜花共款，哦，啰里啰嗦一大堆，你是啊啦？出去啊！你搁坐咧做啥？啊，转去啦！你听我讲。啊，转去啦！快讲转去啦！快你转去啦！我真死我。别挂，哎，哎呦，过来，
较轻嘞。啊，真假你个用动的，你对甲讲对啊来讲。啊，我上好咧当一个可爱的人走出来袂啦。哎呀，我咧请你。好啦咧，你就是做代志这么懵懂啊，才害得我过来向拍，啊，咱白白向拍。阿表啊，我这件无适宜啦，后摆我唔敢领啦。要不拜哦，妈，恁转来讲，我你迄面啊，乌青叫话，啊，你这叫拍死，啊，就去互迄个新书的拍啦。啊，啊，新书哪会拍会先嘛？哟，都安尼啦。真是的哦。哦，阿舅啊，那像伊款人哦，临死一个算一个啦，免插伊啦。这款人咧讲袂听，免插免插咧。哪会讲免插咧？无对，讲真诶啦，我袂知吼白白互拍啦，这代志我一定要处理到底啦。妈，我看你瘦甲安尼，我带你去互医生看好无？算了，关系，过几工仔就好啊。妈，我看也是带你去互医生看比较较好，吼。免就免。妈，来啉茶。妈，起来。新叔啊，我看下你今日哦，比昨哦心情得较好呢。来，系啊，好来，过来啉，来，要来你无？来，新叔啊，啊你啉这个酒吼，阮舅讲无啥惯势呢，以后你啉高级酒呢。啥？啉什么高级酒啊？是啦，阮正好带你来一个所在，迄间餐厅酒足多，啊气氛足好诶。酒足多，气氛足好。是啊，要啉吼，就来遐吼，啉得真会爽快啊。啊，啉什么酒？高级酒。高级酒。啊，这个。假，来去。护士小姐，阮已经来遮尔久啊，是安怎还袂闻到阮哈？唔该恁吼会叫恁啊。护士小姐，来换39号的哦。医生，拜托啦，听妈看一摆病好无？后摆我一定摕钱来，有无？袂用诶，你前2摆就讲要提钱，这摆就第6摆，每一个患者像你安尼，阮病是要安怎？对无？医生看病免钱，食药嘛爱钱啊，袂用诶啦。是的啦，医生，我求你好无？我甲你求啦。伊是恁翁的老母，也毋是你的，何必遮认真嘞？医生，拜托你啦，无论安怎，伊怎啊破病到遮尔严重？无论安怎，你搁甲求好无？连伊后生都无咧插伊，而且根据我所知，伊咧外口食头路，从来就要寄8仙钱转去，而且对你阁无体贴。你何必遮尔关心老母的伤在？过来甲带我转去，我要甲看伊。医生，我求你啦，我替伊疼伊的人，伊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，无论安怎，伊虽然无尽力照顾家庭的责任，我看伊是有不得已的所在。拜托你，无论安怎，你搁再替伊看一摆病好无？我求你啦。好啦，我无甲即摆哦，后摆是袂使啊，我带你来。多谢哈。
你有看到无啊？你逐工干那会晓啉酒尔啦，啊！你看，恁某为着恁阿母的病啦，安尼搭医生的面头前跪咧甲求啦，啊！你讲你有良心无？啊！哼！我起来，我起来。行啦，行啦。师叔啊，来啦！干，咱即摆都啉无爽快，对无？来，啉落来，紧来，咱就来干，来。阮拄则有讲过，讲要来这陪你啉酒，啊，即摆阮舅讲你敬你，你就啉啊，你若歹啉。对啊，来，再啉啊！蔡五，你是哪位对我有，蔡五敢有像你所讲遐尼好？对啦，哪有可能？哦，我蔡五偌不孝的呢，对恁阿母偌歹呢。你这半年来安尼辛辛苦苦，看你赚偌济钱，对不对？伊拢乌白甲你用啦，这种某吼，早就爱甲离掉啊啦，老者无啥物留恋啦，对不对？你是要跟我蔡马太吗？蔡五，我对不起，阿母，我对真不好，我这个人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你本来就不是人啊，而且你阁真该死啦，你无想看觅？蔡五对你遐尔好，你妈妈辛辛苦苦甲你饲养大，你安尼怎敢对得起你家己的良心？对啊，你一点仔良心都无，你知影无啊？你蔡某为着吼，我大人医你老母的病吼，啊，跪在医生的面头前，安尼甲伊磕头，你知影无？啊！我真该死，我是人，我是。来，师叔，啉酒啦！来干啦！啉落去啦！来，干！我敬你，对，咱今日无爽快，来，啉落，啊，得啉吧，哎，你啉吧爽快啦，得啉吧，得啉吧。为你精心付出偌多。阿母，你等下要创啥？这毋是恁家，你出去！妈，伊转来就好啊啦吼。转来就好。你当作真是你真是，你若欢喜转来就转来。唔欢喜溜去，我哪有你这款囝？你出去！妈，你唔通安尼啦！你家己扪心看卖，蔡五有啥物唔好？人你情你生你做失败，人伊安尼倒去外家厝，摕钱来帮忙。我这个老的，这当阵才一个还阁有一块厝通徛。妈，阿母，你唔是讲，是你啊身躯边啊贵重的物件摕去卖，才去害人的？那是蔡五，叫我落甲你骗。伊讲今日若予你知影了后，会伤着你自尊心。蔡五，阿母讲我敢真是，敢真是安尼是无？你老爸，甲你好命学做实事，就是希望你大汉了后，快好好做人。想要到。阿母，我
我知我唔对，你要怕你要骂错你，是怎你啦？这几年，我甲菜我有这个菜狗的好媳妇，伫我身躯边咧甲我照顾，应该人要甲你出发，是菜狗，不是我。你若转来就好啊，你原谅伊吼。过去拢莫讲啊吼。吼。我知我唔对，我这几年来我咧放荡，拢无照顾家庭，我一直伫误会你讲对阿母不牢，想要到这几年，拢靠你伫照顾阿母，佮家庭，我知我唔对，我会补偿，我会做下你歌，你要相信我啊！好，讲了有够好，讲了真正有够好的啦。叶先生，大小姐真多谢您吼。免客气啦，这就是吼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啊，阮今日吼会当看到恁吼这家安尼快快乐乐，大家拢团圆对无？阮大家吼替你偌欢喜的呢。真佳哉，有恁这的贵人，安尼咧甲我关心。若无我这个后生，早伫当时才会倒来我身躯边。今仔这个场面哦，若互妈妈看到，我妈妈唔知偌欢喜的。我即摆倒来甲妈妈讲。对，来啊！哦，来，怎么？